電競對我嚟講，是我一輩子的事業。一個尋找理想嘅地方。 스포츠뿐만 아니라 내 사업이다. 就是實現夢想的舞台。 Like a part of me， 就像生命一樣。電競為我帶來很多東西 confidence、excitement， 還有勝利的感覺。 내 인생의 목표. 讓我有榮譽感。最緊要嘅係俾我揾到人生嘅理想。當我在電競館的舞台上，係我人生中最享受嘅時候。 like a superstar， 是很棒的感覺。 내가 바로 영웅이다. 我就是皇上。我們對勝利的渴望，我們對榮譽的追求，我哋對理想嘅堅持。我們對電競的態度， 영원히 변하지 않는다. 而我哋對電競嘅熱愛。 never end。 저는 앞으로 어느 포지션에 가든 영원히 HK e스포츠를 응원하겠습니다. Hong Kong eSports，加油！ 现场 Garena Stadium 线上 Garena Live 收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已经来到了第3天总决赛的赛程。在昨天的比赛以及前天的比赛当中 ，HKE 分别在中路野兽 Toys 以及皇上丁特的带领之下，分别以3比1的战绩击败了 MSC 以及闪电狼。今天到底能不能维持着昨天的气势来挑战黑衣霸主 AHQ， 或者 AHQ 在异地训练的过程当中更加进化，来维持自己在联赛当中的不败宝座吗？战火持续燃烧，我现在后面的鼓噪声已经让我热血沸腾。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场内的情况吧。大家看到了没有？所有在场内的粉丝们都已经就定位置，是不是所有的粉丝们给予你们支持的队伍最热烈的鼓励呢？当然，免不了的在赛前预测的部分呢，观众在线上的预测 ，AHQ 有些许的领先，是以59%对上 HKE 的41%，而所有的主播赛评，在这个记得以及球球2个人认为说，在 HKE 可以维持着前面2天的一个暴气，来击败 AHQ。那当然，在其他3位呢，则是会认为 AHQ 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的胜战到底是港龙过江的 HKE， 还是展翅高飞的 AHQ 会笑着带走夏季的总冠軍，拿下世界大賽的第1張門票呢？戰爭的號角正式響起。好，歡迎大家收睇 Hong Kong eSports 直播台。無論你喺會展又好，喺電腦熒幕之前都好，我都好高興能夠為你哋奉上粵語嘅賽評。咁今日有我主播 Ben Liu， 我係主播秋。
為大家奉上粵語嘅賽評啊！何秋已經去到最後一日啊，最後一日細估唔到老三真係可以捲土重來啊，嚟到打大佬呢一關啦。係啦，咁啊可以講翻啦，咁 HKE 啊真係換咗個上路之後，係成個形態都唔同咗啦。咁啊加上雖然 Reason 啊都係俾人哋即係因為一啲嘅鬥打嘅事情啦，但係就而家睇到 HKE 其實就真係融合得都算係如火如荼啦。所以我今日嘅賽前預測，我同你都做過賽前預測啦。我覺得 HKE 一定係會3-1贏到 HQ。咦？我又係喎，3-1啊！嗱，順住個勢都睇到啦。第一日 Midnight Sun 就係3-1，第二日琴日嗰日又係3-1，咁今日都應該3-1啦。要風水嚟睇啊！當然啦，咁啊就真係睇到佢哋喺2日嘅比賽都係順利以用一個3-1嘅姿態就係入到去決賽啦。咁啊要面對住 HQ， 咁我自己個人覺得 HQ 嘅實力真係不容忽視啦，同埋佢哋自己都係成個團隊係喺上個月嘅尾啊，就喺上2個禮拜就已經去到 EDG Era Gaming 嗰度做一個嘅集訓啦。咁啊中國最知名度最高同埋最有實力嘅隊伍去做咗集訓，睇下佢哋呢個集訓會唔會有啲咩成果喺度啦。係啦，而世界排行榜入邊 EDG 都係站於1同2啊，咁 HKU 咁不斷咁同佢秘密團練之際，應該一定有大嘅進步。但係 HKE 就危險少少，因為真係秘密練兵，真係唔知有啲咩底牌出嚟，即係可能 HKE 而家諗定可能點樣對付大南鎮，但係又或者可能對方已經煥然一新啦，咁就真係好難諗到啲戰術拎到出嚟，同埋Hong Kong eSport 嘅底牌頭2日差唔多已經出晒嚟啦，好似奕明啊，甚至藍寶呢啲都出埋，所以其實我覺得 ASQ 有辦法可以針對住呢2個 pick 嘅。係啦，當然啦，就睇到其實我覺得今場嗰個重點就係究竟 Hong Kong eSport 嗰邊會唔會用一個 POG 嘅陣容，咁啊真係可以出翻一啲嘅真拿，出翻啲補牌嘅陣容去面對住 ASQ 一個比較突進性嘅打法。好啦，我哋亦都入到去選手，暫時畫面上邊就見到 Hong Kong eSport。咁啊上路阿 May 啦，咁啊 Jungle 丁特，咁啊首發陣容就係 Toys 啦，中路咁啊郭 JJ 打 AD 同埋 Ole 會兼任呢個 support 嘅位置。係啦，神手貴同 Stanley 都站於一個後備嘅位置啊。不過記得就比賽入邊可以中途換嘅，可能就係如果打得一個逆風，可能換一換人員，轉一轉戰術咁樣。都睇到後邊有埋嗰個阿波教練嘅。波教練啦，咁喺度不斷撳手機，應該定係可能諗緊啲戰術咧，計緊條數。其實當然啦，咁我相信其實而家 HKE 就可能會有少少蝕底，因為始終佢哋嗰2日都係真係用盡咗好多場嘅戰術打法啦，咁啊打咗出嚟。咁我相信以對手 HQ eSport 就應該會係以貝克教練嗰邊，佢會係真係睇住成盤路數去研究究竟點樣去做一啲針對 HQ 嘅打法。當然啦，我覺得上個 season。上個嘅賽季都知道，所有觀眾都知道啦。咁啊 ，HQ 都係順利，真係老死的逆襲啊！咁睇翻我哋琴日比賽嘅 highlight 先。在對方的藍區被看到手腕的是非常兇猛的，直接往左側做一個預判的大絕。丁特在隘口被留住了，丁特這邊的血量砍不出，妹妹夢給斬殺以後，Ole 這邊進來想要救人，也是被他們直接給扯爆。哇，這樣的結局，這不是一個正面的對決啊 ！K Ray 能守下這條巴龍嗎？就看 Toys 了，死亡射箭掃到了以後，刷的在前面吃了一個 Q 技，也被收回到了 Kramer 的懷抱，這個巴龍已經要掉後頭了，最後被 Toys 給搶走了，混沌風暴直接把巴龍給炸掉，以後卡瑪利用大卷回身，妹妹上來以後想要回戳，妹妹狀態非常好，直接在巴龍池裡面帶走一個 double kill。Oh my god！ 想要開戰，過來，因為 Kramer 不在，這邊是要選擇搶開 HK 這個窄口冰河練習，直接把 Stake 給秒了。妹這邊再繼續配合丁特來追擊，妹妹空殺把兵把路口給堵住以後，趕緊利用護殺順身。做了很遠的位移，看起來 HKE 並沒有放棄追擊的可能，繼續往上路夾擊，還想打。那這邊閃電狼是要被迫失去茂凱的守護，下面來打一個5打4的團戰。聽着這邊直接上去，麥嘎姐姐的輸出位置在點收二的，收二的反而進到了隊友的中期，利用命運換收回來，石頭攔截並沒有利用艾克的進場給留住人，梅某在後面繼續做輸出，他這邊就是一個東京灣甩尾，他順利的帶走了一個人，但是嘎姐姐這邊也是順利把人數給拿回來，梅這邊擊殺了誰呢？剛剛上來沒有倒下。到了這邊最後被嘎姐姐開解魔法護盾擋住了上岸，兩邊的 AD 都存活。這邊菲斯在旁邊，這邊已經被看到了，戰士已經爆發，刷了太陽聖劍進場以後，卡塔直接進場攔截，刷了太陽聖芒把 Toys 往後逼以後 Kramer 這邊首當其衝利用水銀子彈解掉了傷害，但梅蒙這邊是被黏住，繳了閃現以後還是被擊殺。Kramer 在場中裡面的輸出位置被 Toys 給逼退以後，能量手的萬有引裝置能繼續往後跳開嗎？他中了一個領中衝擊，身上有1層的1級 Toys 死亡射箭射到以後，最後是被 Toys 給打出了一個 double kill，閃電狼這邊被 ace 了。
来看的话，其实伊布林的这个，这边是开到比较高，哇，这边是直接想开 Maple 推了一下大绝之后，把迪克的位置调整到后面，看计时开始 Maple 这边变第一个机会目标，靠了圣德大绝，圣有没有办法及时下来？这边冲击位守候先进来，直接把迪克的人都给轰掉。这边卡萨已经要开始退场了 ，Maple 也开始拉开，这个人这边是直接被立场缓住，就要自己闪现 ，Maple 还在用沙兵在做后续的进攻，但是Toys从侧边直接尾巴扫掉了阿希尔。他应该是想往中靠，声纳系统是有听到的，所以丁克奇已经开始调整自己位置 ，Stake 在这个窄口会直接被丁克顶飞猛袭敲飞之后，开始用女王之路转他下冷冽重击，后面这边是直接开启了命运的大绝 ，TF 要进来了，手上捏着一张金牌，再加万能牌，直接把 Stake 给射歪，有要赢的机会，要转下，这边是直接绑在 Toys 身上，不过侧边丁克及时支援，这边。那个 TP 也要进来，哇！闪顶 Kramer 直接把一波爆死，后面这个防御塔也没得手哦 ，Stake 变第一个激活目标 ，Toys 直接看到命运大绝射到金牌在 Stake 身上，后面 Stake 回绑了一下，妹开始回喷射器，在侧边卡萨跟 Maple 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进场的空间 ，Stake 就直接双脚一伸倒下了。Toys 开了 TP， 他跑速下降，他点位是直接选择要来硬拆哦，这个直接用普攻就把这个上路的内塔给拔了，而且他还有大绝，似乎是没有想要来进行防守，这边来不及防守，开大绝又直接飞回队友身边，这样子一来一往就耗掉对方很多人力，冒牌 TP 进场 Toys 先杀了布拉姆，之后卡在后方开始计时开始，结果硬上来是面对到了 Toys 以及妹，结果在这边是自己的队员全部都已经倒下，卡萨也无处可逃，在右下方的部分的话 ，Kramer 是还没有打出足量伤害，队友就全部倒光了。哇哦！你要不要他自己写？哇，又是一个 S7 的回推 ，Olay 被推到了塔下，冰河猎奇击飞了 Olay 以后，但是 Toys 这边是直接越过塔，想要强杀 Maple 被盖在火牛魔棒上，死亡射线顺利的带走，但是 Stake 这一波的 TP 也是顺利的来到，是把 Toys 给换掉了，但是大 DJ 以及丁特还有妹3个人夹击，还在回身输出 ，Stake 这边的反噬漩涡还没有关掉，弹出了伤害，顺利的拉退 ，Kramer 从下方这边赶过来，这边正面的上路位其实是输的非常的多。你想要开战吗？Olay 的 Q 到了卡萨这边，林特一拥而上，击飞了2个人，卡萨站在原地，直接被妹的大绝给烫死，嘎直接再往前跟奥数越前收下了 Sora 的人头。出装，我这边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大绝 ，Kramer 单打妹，2个韩国人的对决，查最后一下普攻，闪现来的直接打掉了，看人家在后方直接把 Kramer 给秒掉了，Sora 的进场想要跟上自己的 AD carry， 后面盖起了舒瑞玛以及背后这边能造成任何的奇迹吗？大绝是没有推到惊人结束的 Olay 以后，Toys过来一个团队魔棒，直接把他给杀掉，再一个死亡射箭，拿到了一个 double kill， 闪电狼这边只剩下 Stake 了，而且妹回家以后直接 TP 下路的主堡双塔，剩下卡萨跟 Stake 2个人的伤害，丁特是直接到塔下把 Stake 给举没起来，又是一个火烤牛排，我们恭喜 HK 以3-1进入到明天的总冠军赛事了。冇錯啦，咁琴日嘅比賽幾咁精彩，大家都知道啦。同埋最關鍵嘅選手係邊個？就係 Toys 啊，佢 KDA 有成9啦，係全場之冠啦。同埋喺 CS 方面已經破咗個紀錄㗎啦，琴日就係30幾分鐘，用譯名已經400幾隻兵，同埋喺嗰個 damage per minute 咧都有成702啊，真係無法阻擋呢一個 top 選手點樣帶緊成隊嘅風向。係啦，咁啱啦。咁其實琴日啊 Toys 嗰個表現真係比第一日穩定啦。咁啊第一日就可能嗰個水準就未必發揮得最好，但係如果你話講翻琴日嗰一場嘅比賽，當然啦，4場嘅比賽都係打得十分之好，同埋比較穩定啦。你見到佢第一場嘅維克特雖然喺中路都俾人哋首先係做一個針對都好，但係都可以打出一個5-2-12，同埋喺一個巴龍嘅團戰上邊做一個好關鍵嘅3打5，帶領住整個團隊，咁啊成功係阻擋到對手食巴龍，同埋係順利係將對手擊破，咁啊將個風向係重建翻喺佢哋嗰度。係偷巴龍嗰下真係令我真係心跳得好快。係啦，嗰下偷巴龍嗰下真係逆轉得真係好幸運咯，我都想算係。同埋真係一陣間好睇關鍵嘅一場，會唔會話會 ban 到譯名咧？因為阿 Toys TF 有機會啊。其實可以講翻佢哋第3場嗰個戰術就係用 TP 啦。琴日我要同另外一個主播就講過阿 Brian 啦，都有講過一個點，就係佢用傳送其實真係退而求其次咁樣，即係可能佢冇鬼步喺團戰上邊輸出，可能或者保命上邊爭咗少少，不過佢可以依靠住個傳送，咁第一波俾對手做一個 game 都好，佢都可以用翻個傳送上去傳。咁啊最後嗰下真係講多少少，就係話佢哋嗰個最尾個出裝出咗個立信之後，就做一個 BD 效果，真係十分之完美。係啦，再睇翻 HQ Esport 嗰邊啦，咁都係用翻啲正選人物啦。咁 Mountain 就復出翻啦，之前有傷患噶嘛，咁後尾嗰幾個禮拜開始調整翻噶啦。咁小野野仍然都會打翻 support 咁樣啦。咁就睇到所有成員都喺晒度，真係
但係 AHQ 究竟會用啲咩戰術，我哋真係估唔到，因為佢真係同 EDG 秘密練兵。我好嘗試不斷揾資料，甚至要抄佢啲人出嚟睇下之前嘅比賽記錄，但係全部都係冇任何資料數據可以俾佢睇到，因為佢可能用咗另一個 account。其實當然啦，如果你話 AHQ 啊，咁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好似係打6服嘅，如果冇記錯，即係我嗰個。我記得佢哋係打大陸服嘅，即係打中國服嘅。咁其實台灣聯去中國服都只係好似60拼啦，甚至你用一啲加租嚟啦。咁我記得有一次綠茶開台，佢都係用一個大陸嘅帳號。咁其實佢哋而家除咗打韓服之外，都可能會打一啲其他嘅國服啦。好啦，我哋亦都係睇翻 HQ 嗰邊嘅介紹啦，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暫時嘅常規賽冠軍啦。咁啊，亦都睇到佢哋嘅最係食龍同埋食呢個巴龍係最多，即係喺嗰個 Macom 操上邊係攞到好多嘅 Dragon 同埋 Baron 嘅 objective 啦。同埋睇佢第二個成就就係打交特別叻啦，拳拳到肉啦，所有人都係集結一齊同人哋打一波，嗰個 highest 嗰個 CKPM 就係0.85，係咪即係每分鐘都打交咁樣？所以不斷咁樣攞人頭就 fall 起嗰個雪球出嚟，咁就拎到嗰場勝利。係啦，咁啊，亦都係睇到下邊好似係 EDG 嗰個教練啊，咁啊，亦都係觀察過，其實HQ 個打法真係都越嚟越接近係中國式嘅打法啦，都打個節奏好快啦。咁我哋亦都係睇翻啊 Key Player 啊，就係上路啦、Sif 啦、陳董啊，咁啊可以講下，其實啊，如果你話今日呢個對決嚟講，就真係睇下 HKE 可唔可以嘗試係針對呢個缺口，因為始終我覺得佢上路其實算係整個 HQ 係最關鍵核心嘅原因，就係在於佢前排嘅工作係做得好好，同埋可能就會比閃電狼嘅牛扒 stick 係更加穩健。好啊，唔單止 Sif 係一個 key player， 連 Westdoor 都一定係 key player 嚟㗎啦，因為佢首先可能 ban pick 已經食咗3 ban 先，再之後就係講緊佢 face 嘅操作係幾咁恐怖，KDA 係有成15.25，係全部英雄最高啊！呢個 MLS 聯賽入邊，而 Solo Q 方面甚至係 Total Q 都係最高，所以呢個一個係刺客型嘅選手，係真係冇人比得上佢。當然啦，咁我覺得西門野雪就應該唔會練到，即係佢都冇打算去練一個即係比較係維克特呢啲英雄，但係我哋唔知嘅。咁我可以講下呢個選手就比較上係。其實 AHQ 嘅打法都係跟住嗰個前排啦，咁我哋亦都係介紹翻啦，咁啊 AN， 咁啊呢一個小安，咁啊之前都係打過 TPS 嘅，咁但係就而家都轉行打翻一個 AD carry 嘅位置啦。咁大家睇到佢春季賽表現真係佢嘅烏爾加特都 carry， 但係而家呢個版本烏爾加特出場嘅機會都比較少啲，咁同埋加上其實我覺得小安嘅特點就係你睇到佢嗰個嘅每分鐘打嘅 damage 啊，嗰一個嘅數據係640，其實係暫時全個台港澳都係打到最高嘅 damage，keep 住平均嗰個 range 係打到最好嘅輸出。咁呢一個 AD carry 個特點就係就算去到一啲好逆風嘅場，打 Hong Kong Esport 嗰一場咁樣，佢都可以 keep 住個farm數，同埋去到後期都零死，只係因為嗰一場坐山客同埋 Sif 係各種俾對手針對同埋俾人哋反嘢，先係真係冇乜勝算啦嗰場 game。冇錯，同埋佢好識得揾一個輸出位置，慢慢做輸出。但係我哋睇翻佢哋戰術嘅方面啦，咁就係佢哋每一次 ban 咧都已經係 ban 阿奇爾一隻英雄啦，89% 啊，咁同埋硬食 face 嘅 ban 都食咗82%，即係佢會係先 ban 咗阿奇爾，同埋要硬食一個 ban 就係 face。係啦，咁基本上都西門嘅影響力幾大。係啊，咁其實佢 face 我覺得今日3場都應該會做封鎖，除非 HKE 係有一個早期嘅戰術啦，因為打 face 打一啲刺客角色就係可能你用一個補牌同埋早期打一啲好猛烈嘅進攻，盡量喺20分鐘之內係將3座位塔係全取嘅話，再係慢慢去再做啲控龍嘅話，其實 face 呢啲英雄都係喺早期都比較難以生存嘅一個 champion 嚟。同埋睇埋佢 jungle 嗰方面啊，就係一個搶 buff 嘅專家嚟啦，所有嘅 buff 都係好似係控制晒喺 Mountain 嘅手中啊，同埋已經攞埋 MMS 全場之冠嘅啦。咁再睇埋下邊嗰個成就啦，就係講緊佢成日所有嘅殺率咧，都係講緊係可以 solo kill，唔會話真係需要人哋幫手先殺到對方。咁就係講緊每一個人嘅操作係幾咁恐怖，所有嘅計算雙下都係幾咁精準。
其實就老實講啦，咁其實大家有睇過春季賽都知道 Mountain 係會用自己嘅閃面去偷對手嘅 buff， 即係都唔可以話係不擇手段，即係佢係用盡自己所有嘅招數去令到對手嘅 buff 係冇咗之後，就會帶俾整個團隊順風。因為大家知道中路如果玩一啲需要耗魔量同埋要 CD 量要減 CD 嘅英雄嘅話，其實冇咗一個120秒嘅藍 buff 啦。我相信個天賦應該未必會點嗰個減20即係加20%加20%持續時間嗰個持續時間，因為而家都通常我覺得玩中路都係點2109或者點2190。係唔會點餅乾即係通常都係點餅乾嗰個位。係啦，都會點餅乾就可以賴線能力都會高少少咁樣。不過已經嚟到鏡畫面嘅，就睇到香港 eSport 隊就係藍隊嗰方啦。咁就諗都唔諗就知道Red Store 效應啦，就一定要 ban face， 因為呢一隻 face 係所有英雄都係 counter 得到。係咁，我相信 HQ 嗰邊都可能會做咗針對。我自己做一個猜測，其實維克特都未必放俾佢嘅。即係點解呢？因為 Toys 琴日都玩咗接近3場。如果冇記錯，玩咗3場維克特，真係 ban 埋嘅，即係正路嘅。我自己都做個猜測啦。咁你睇翻 Hong Kong eSport 就將克里斯坦封鎖呢一隻英雄，其實小安都比較擅長。再 ban 埋 TF。ban 兩寶，哇！反而對面 HQ 都係真係針住 Toys 都成為一個針對點啊！唔係話淨係西門受到針對 ，Toys 都會成為一個針對點。即係針對晒成條中路㗎啦。咁再啲咩英雄可以放出嚟？其實可能蛇女啊、阿尼啊呢一啲都有可能。不過首先搶就古拉格斯㗎啦。今日呢一個角色真係太過 OP， 同埋係成個 meta 嚟講係最強嗰個，又可以切坦，又有坦度，又有位移技能，搶 buff 都易啲，又可以殺人。哇！呢個真係無與倫比嘅jungle英雄嚟。因為睇下丁特真係我自己對佢 Gragas 佢玩古拉格斯就爭咗少少，不過時間即係我覺得有説話就係時間一定會改變到，就算之前做得唔好嘅話，都可以慢慢修復啦。睇下佢呢段時間係咪真係玩到呢個 Gragas 係玩得好啊？咁同埋佢最近嘅表現都比較上係有突進，同埋喺第一日嘅比賽都成功係攞咗一個 key player， 即係攞咗一個。都算係一個 MVP 嘅讚許嗰個獎勵。同埋佢所有 first blood 都係丁特帶出嚟嘅，所有風向都係丁特帶出嚟。我覺得呢一個丁特真係進步得好快。同埋我前日或者琴日都睇到佢伊芙琳終於識得點用啦。咁所以我對於一個丁特嚟講，我係好放心。同埋 GodJJ 都越打越好啦。越打越好啦，係啦，入佔佳境啦，即係只可以講 HKE 將個上路咁都冇乜辦法啦。咁啊都揾咗 Jin Air 前 Jin Air 嘅練習生啊 May 啦。咁其實佢嚟到打季後賽真係貨已經係對版㗎啦，我相信佢今場都會擔當咗一個重要角色，因為其實如果你話要同 HQ 嗰邊做個對線角力嚟講，我相信以阿 May 嘅能力就應該係有機會可以抗壓住 Sif 去做一個對線嘅。係，我覺得阿 May 而家嘅實力嚟講真係同埋我覺得佢唯一勁嘅一樣嘢就係佢可以用短1-2個星期就同 Hong Kong eSport 其他成員磨合得淋漓盡致，打出一個100%嘅戰術出嚟。我覺得呢一點真係值得嘉許嘅。不過我琴日都輸咗一場啦，就知道佢哋啲 calling 實在太急。嗰一場又真係冇計嘅，因為喺上路打得太進攻啦，即係有一下佢就2個交閃現去殺，跟住就俾人哋做一個反蹲啦。咁同埋加上你話真係可能打得有少少急進，但係你去到喺第3同埋第4場 game 嚟講 ，HKE 就真係慢慢去打翻一個 LCK 嘅模式，即係最緊要都係穩住個勝局，就係慢慢咁樣打翻好。所以我相信今場佢應該都係會採取翻好似琴日嗰個策略，就係慢慢咁樣同你喺線上邊。我覺得 Hong Kong eSport 嘅對線同埋佢線上邊嘅能力係可能會比 HQ 係佔咗，即係會再佔上風少少嘅。係，如果即係話講到去 LCK 嗰個節奏，就一定要穩住條龍。係啊，因為你要打呢啲分推節奏，你唔儲5龍呢，其實基本上好難打到一個突破點。唯一真係可能單捉啊，或者可能真係點樣去做一個 backdoor 喺後門入到對方嗰度。捉住對方嘅 carry 位，咁再睇翻劈英方面都已經劈得七七八八啦，咁其實都好似奠定性嘅劇本咁樣。其實HQ 嗰個陣容就應該見到出神啊，但係我相信以藍寶嗰個嘅打法上邊，佢應該係不停咁樣將波兵線推咗落去神嗰邊嘅塔底，係令到佢冇辦法去順利支援。今場 HKE 真係好果斷打一個 pop 嘅陣容啦，咁其實
啱嘅。我同阿 Ben 都係自己賽前預測都有提過，就係話佢哋今場要面對住一個打開突進嘅HQ， 佢係一定要使用一個遠程嘅武器，嘗試係早中期係拉開咗應該要雪球嘅節奏，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 pot 陣係早期係可以係一個強勢點，因為對面都係一啲比較突進性嘅打法嘅話，佢就好依賴一個坦度嘅裝備喺度。哇，仲要出戴安娜，我覺得仲計啦呢一波。仲計？有啲我覺得即係我意思就係覺得如果你出戴安娜打中路嘅話，我哋留意翻西門日雪佢帶 TP 就合理嘅。咁啊，好似用翻琴日面對住即係 Toys 係用譯命帶傳送嗰一個點，就係可能你對線一開頭俾人做咗針對，但係你都可以用翻一個 teleport 去做一個嘅線上邊嘅吸經，同埋最重要啊 teleport 係一個可以進可攻對可守嘅招數啦。咁就算你話冇點燃都好，我覺得其實戴安娜最緊要就係做一個入切，就係俾小安去做個輸出㗎。你要望翻呢個陣容。係啊，同埋我睇緊 Hong Kong Esports 嗰陣，其實都好想強開對方一波喺塔底嗰度。係啦，因為有帶住藍寶同埋有古拉格斯去坦塔個傷害，甚至等離子飛彈掃落去。所以其實佢哋想可能6 level 嘅時候就可能強 dive 下路一波咁樣。但係西門夜雪都醒目啦，即刻帶定個 TP， 即係隨時你哋真係夾硬 dive 塔嗰陣時，即刻反開翻嚟轉頭。可能到中期嗰陣時，我又可以做一個推塔型嘅角色。所以其實睇到 AHQ 嗰個戰術去應對，其實都係波，但係最緊要關鍵位係 Hong Kong Esports 點樣去滾得起嗰個前期。如果滾唔起嘅話，其實呢個撲陣就真係會慢慢打到中後期會有隱憂咯，因為大家都知道撲嘅陣容就係好怕一啲突進嘅角色，但係佢早期就一定要係打得比較進取。我自己去睇呢場 game 就係真係要睇下奧利同埋丁特嗰個嘅聯動，因為始終摩金拿加上古拉格斯，如果你話做個遊走，可能會俾對手艾克再加上塞雷西呢個組合係強勢。再望翻 HQ 嘅組合，其實佢哋都係打翻一半嘅作風啦。咁我相信佢哋去面對住HQ， 佢哋面對住 EDG 咁同佢哋做個集訓都好啦。咁佢哋應該會再係加強一個前排嘅技巧，係再做個空間俾小安去打個輸出，睇下佢哋會唔會係再用翻一個老本行嘅招數啊？係啦，同埋今場最亮眼嘅一點就係奧利追揀到佢嘅拿手角摩金拿，即係就算你小日日用塞雷西用燈籠都好難救得到佢走，因為嗰個撲陣嗰個傷害爆發性係非常之高，因為副期加傑西，我相信佢哋兩個人加埋嗰兩套，即係一套技加埋變兩套一嘢就已經可以蒸發得到對方嘅小安，所以就睇下點樣打法啦。咁就我覺得香港 Esports 嘅戰術都係可能，我呢邊定到，咁打一下步攻一嘢 ban 落去啦。呢邊真係俾個下馬威俾小爺爺嗰邊小爺爺咁樣行咗入去組眾嗰度，咁拖手邊打到傷害，咁應該翻去做回補補一補直缺啊。係啦，同埋我覺得香港 Esports 都想運用一個戰術，就係運用地形，就琴日都睇到藍寶幾咁 OP 啦，串燒4兄弟，跟簡直一個縮一燒咁樣，即係用地形嘅優勢，睇下可唔可以用奧利做摩金拿喺一啲野區嘅位置做單捉，捉到對方逼人哋強開之際，就係藍寶一個大技運用嘅時候，就打得出嗰場團戰幾咁精彩咧。琴日都睇到嗰個戰術方面都幾咁恐怖。因為望翻小安嘅數據啦，真係攞咗 Sylvia 希維爾。7勝0敗，暫時台港我會唔會今場係嘗試一敗？見到 KDA 值都係5.1成。咁其實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情況下啦，咁就 HKE 選擇直接去打翻個換線，咁佢都可能擔心下路嘅組合，因為始終副期早期對線未必咁大優勢。同埋今場 HKE 係再次執行翻一個戰術，就係用奧利咁啊，就嘗試去估下對手會做咩 buff 嘅起手啦。咁用一個 support 去浪費對手時間，但係反而嚟講啊，今場 HQ 係選擇都係打翻個藍起嘅話，咁就真係睇下小爺爺嗰邊。而家呢個位置，哎呀，呢個插板就我相信對面已經走咗嘅話，就無功而還噶啦。係啊，諗住小爺又諗住都係做啲騷擾性嘅動作，咁其實插咗隻眼都知道，原來對方紅不起手咁上緊上路嘅位置。不過我相信 HKE 早期都唔會話特別打得非常之進取，因為始終對方都知道你嘅動向啦。不過而家睇緊好似想counter 對方 jungle 喎，咁丁特配好大機會就應該可以有機會食得到嘅啦。呢個 counter 都幾野蠻嘅，因為我覺得真係佢哋個組合對，即係如果你話打一波，一定係會比對手神加上艾克係會比較強勢。而家就真係睇下 HQ 嗰邊，其實
而家貌似佢哋都知道自己係俾人哋係成功，即係俾人哋係 counter 咗個紅筆啦。咁佢哋而家動向就好似係想做個4人嘅下路嘅逼進。係啦，諗住會唔會話速推啦？但係睇翻丁特同阿 May 都去緊下方位置做一啲可能防守嘅動作。咁而 Sif 就陪同住阿 Mountain 啦，食緊嗰個石像㗎啦。咁甚至差唔多食埋，同埋插定隻眼，隨時可能做一波鏡添。咁呢一波就望下，其實就應該辦唔到，因為始終你留意翻士兵嘅數量，再加上前邊咁啊左手邊 HKE 嘅隊員都接近入咗去，究竟 HQ 會唔會嘗試去成功啊？呢一個送歐零啊！但係呢個4人嗰個壓力實在太大，所以見到嘅係阿藍寶座靠一個 TP 入場先啦。咁就一個時間停頓，就係換到出佢嘅速度嘅啫，甚至有摩根拿胡盾抵擋住，拉中咗阿 May，甚至愛佢一搏，哇個輸出就太過恐怖，一下子已經俾阿 HQ 攞到手殺啊！哇！呢一下睇到尾係失誤啊！佢自己都應該走翻一個塔嘅位置，無謂做一啲嘅 free damage。呢一下好嚴重啊！點解呢？咁啊，佢就忽視咗對面神一個嘅嘲諷。呢一波 HQ 好醒目啊！再睇翻中間 Toys 同埋西門啦，直接一嘢敲出去，會唔會做個單殺 ？ban 兩下3下，再係點落去？中間古力加斯亦都係秒撞，跟住師傅係交嘅閃現，但係後邊 A 再加上人頭落咗俾小爺爺嗰邊，咁碎4個對住呢一個摩金娜，究竟？哎呀！呢一波只係定到之際，其實 HQ 都好野蠻，繼續係爆緊呢個防禦塔。左手邊碑都到咗啦 ，Oleo 都係及時止咗敵血。不過喺呢個形勢上邊 ，HQ 係成功捉到對手失誤，再係做一個 type 啦。好明顯佢哋喺去咗 EDG 真係睇到佢中國嗰個嘅交流之後，其實中國大陸嘅 LPL 水準就係好中意做呢啲咁嘅塔 dive。Hong Kong Esport 真係太唔小心啦呢一波。係啦，唔單止 dive 塔成功殺到2個嘅人頭，甚至可以攞埋下路嘅塔，一下子5分鐘經濟已經拉遠成2K， 對於 Hong Kong Esport 嚟講，一定係一個好差嘅劣勢嚟㗎啦。其實我覺得都幾嚴重嘅失誤㗎，即係你可以講翻啱啱佢交個 TP， 其實都係只係想做個吸經，但係就唔應該做個無謂嘅吹血。咁嗰一波嚟講，就係忽視咗神嗰一下嘲諷，就會令到佢係可以承受防禦塔。就算佢承受防禦塔，佢都可以減低50% 嘅傷害。咁呢一波嚟講，就真係令到整個 HKE 喺早期會陷入一個逆風。你睇到個經濟差距同埋下路一個好重要嘅防禦塔嘅視野已經係送咗俾對手嘅話，我相信而家以 HKE 要打一個 pot 陣，就真係要諗下辦法去沽一沽去，會唔會係可以喺上路或者係應該就打上路？我覺得佢唔會再換翻落去下路啦。真係睇下會點樣做啦。而家呢一波。但係而家 HQ 已經憑住一個經濟優勢，其實佢哋都非常之勇猛，可能仲會進逼其他嘅路線。咁再睇翻已經見到小野野都喺中路位置遊走緊啦，因為阿 Toys 真係俾到阿 Restor 一定大嘅壓力，因為已經逼咗佢招閃現，所以其實阿 Toys 就算知道對方真係冇咗閃現啦，都唔敢太進取，因為對方已經係周圍遊走緊，因為已經爆咗下路，非常之安穩咁樣去其他中上路位置做支援。其實我睇到個點呢，西門日樹嗰邊都交咗傳送係去翻一個中間咁買咗雙多蘭，咁大家都知道琴日 Toys 玩逆命都係出咗雙多蘭就可以成功咗賴線。咁呢一個 TP 係令到佢喺早期雖然佢真係交咗個閃現逃避 Toys 嘅追擊，但係用一個 teleport 係令到自己經驗上邊係冇損失之餘，亦都係可以擋住 Toys 一波進攻啦。所以亦都睇到位置上邊啦 ，HQ 就已經係打緊呢一條嘅小龍，我相信就攞硬啦，因為始終下路視野已經係建立得十分之優厚。呢一波就係睇翻上路位置，見到小野即刻到上路放做支援，而小安都嚟埋嘅啦，但係就已經俾黑魔咁炒隻紅眼定咗呢一波。咁啊，真係可以再分析翻下路嗰一下如果你話真係要做一個小心嘅話，其實我只係做個吸經已經足夠啦，但係就都俾對手做咗嘲諷，即係好明顯睇到HQ 佢哋而家嗰個嘅打法上邊係好進取，即係完全都真係冇話因為啱啱 HKE 係做一個 counter 3 buff 嘅。即係留意翻HKE 嗰邊係一個3 buff 起局都好，但係下路一波好慢嘅進攻啊，遭到對面心就攞到一個咁大嘅優勢。哇！呢邊又拉唔到啦，好可惜啊！我上咗個護盾。係啦，咁就見到爭少少 Godjay 就要死，但好彩奧利就揀咗隻摩金拿啦，可以 counter 住對方小野野嘅黑魔金sorry 嗰個死亡宣告係啦。但係都已經其實見到個劣勢走咗出嚟，香港 Esport 開始打得被動啦，而 HQ 就應該拖緊時間，諗住可能到第2條龍嗰陣時就逼一個小龍會戰咁樣。
其實呢個優勢對 AHQ 嗰邊絕對係一個大好啦。佢哋個陣容係主要打一個中後期嘅團戰收割，同埋都好依賴一個坦度裝備。如果你話佢可以喺呢一段時間都冇俾 HKE 拉開1成甚至2成嘅經濟，而家仲反超前大概1000蚊到嘅話，我相信佢哋而家嘅節奏就真係可能會再拖先，因為佢哋唔急㗎。如果你話佢一急嘅話，對面一個 pot 陣係集結埋一齊，其實佢哋有機會係輸翻出去嘅話，因為要係抵擋住對面一個好遠程嘅射擊啦。所以佢一定係要再出比較坦啲先，再做一個進攻。所以我覺得呢一段時間 HQ 應該就會係諗下辦法，就係不停咁樣將波兵線壓到你去塔底，就令到 HKE 冇辦法可以 group 埋一齊做個 pushing 嘅動作。係啦，就係睇翻，我見到阿 Mountain 喺緊上方位置啊，但係都唔諗住揀大分，好似你啱啱咁講個坦度係依然唔夠，同埋有摩根拿保護之下，其實冇咩大嘅控場嘅，可能俾人反打翻轉頭。不過我反而都擔憂一樣嘢，就係 Hong Kong Esport 嗰邊，如果做驚嘅對方真係好多全球流驚唔到啦，我覺得而家佢嗰個點呢，佢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成功嘅 game， 同埋早期嘅節奏俾人打亂咗嘅話，我覺得佢而家 Hong Kong Esport 一定係要依靠係真係喺下一波嘅龍戰，就係大家打龍之際就要將對手嘅血量去消耗，慢慢咁樣壓走對手，去嘗試去做個空間俾自己一隊成你 group 埋一齊去推彈。如果做消耗嘅話 ，Hong Kong Esport 一定佔上風，但係對方強開嗰方面又係好得人驚啦，因為有阿神嘅湯啊，或者可能摩根蘭嘅突入緩速咗對方，甚至控咗一小段嘅時間就可以俾到 Mountain 一個入場時機。所以對於 Hong Kong Esport 嚟講，你打消耗戰都要好防範對方嘅強開。但係睇翻上路已經開始強開嘅啦，見到所有人入場，同埋 TB 緊落嚟上嚟上方位置，但係嗰個追擊已經俾人收割到個人頭啊，而奧利都保唔住佢，而臨尾都已經中斷咗佢傳送緊發生咩事下路，原來係 Sif 不斷咁 counter 住阿 May 啊7 level 打落去 Sif 非常之痛，而丁特都嚟到做支援㗎啦。單殺呢個位係啦，咁應該都可以單殺得到啊，咁不斷咁拖時間，見到 Sif 就係咁啊拖到嘅，但係都要交出自己性命都好啦。咁其實 HQ 啱啱上路個波值得一讚嘅，可以講翻佢哋係睇到整個路線上邊係唔見咗丁特。咁啊，好果斷係入去做 dive， 無視咗奧利嘅摩金娜，就已經係順利帶走對手嘅 GOD-JJ。咁呢一下好果斷嘅原因就係睇翻個重播先。咁呢原來啊係直接嘅嘲。咁我見到阿 May 上去做個支援都好，就係俾陳棟嘅成功一個散間。但係藍波大技其實放得有啲唔係太好都好啦。咁始終神只係得5 level。咁啊，各種小丁特只係喺上邊嘅位置袖手旁觀，都做唔到啲咩。係啊，就攞唔到嗰下助攻，就係阿 Sif 不斷咁拖時間啦嗰下，咁就令到阿丁特嘅發育就好緩速啦，而阿 Mountain 就好鬼嘅主動啦，就已經2-1啊，所以而家講緊兩方嘅 jungle 真係 Mountain 佔盡上風。咁啊，當然啦，咁而家一個2-1嘅數據直接衝入去嘅西門，咁打咗傷害呢一邊死亡書，佢冇辦法成功拉中，因為小爺爺嘅疑心都比較重喎，佢想係拉搏一搏胎石交閃，但係如果啱啱嘅情況係瞄準拉，我覺得應該係逼到閃現都好啦，但係就承受住左沙下一個傷害，奧利定住咗都好，呢一邊直接硬上去做個清眼，不過好可惜啊，都係冇辦法清到都好啦。其實啱啱個拉我個意見就係直接拉逼佢嗰個召喚師技能已經足夠，但係小爺爺係仲想係搏胎石交閃，呢一波有少少不智啊。不過就其實 Toys 都帶領淨化，所以其實拉中都可以輕秒解，所以對於小爺爺嘅動向就係唯一就係逼召喚師嘅人，起碼都逼咗佢先啦。就疑心太重，就好似你啱啱咁講。再睇翻，哇，開始各方嘅遊走，甚至入侵對方野區位置，有可能做一波 dive 嘅啦。而家 HQ 嗰邊真係完全係壓住嗰時嘅，你見到上邊嗰個南北區都接近插咗3-4隻嘅偵察手喺度。咁我覺得佢而家嘅上路塔應該會放噶啦，俾咗個野區上邊嘅壓力喺度。咁所以亦都睇到 GOD-JJ 都冇打算係防守呢座上塔嘅話，其實而家已經算係對 HKE 係超級劣風。點解？因為佢哋嗰個 pot 陣早期冇打出一個優勢，仲要係俾對面一個中後期嘅陣容係成功係穩守住都好，仲要攞到一個額外 bonus。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 HKE 佢要諗下一步呢，佢可以試下反客為主嘅，就係好似而家呢一波咁樣，小龍就復生咗，佢要搏一搏噶啦，一定要做個集結，唔好話
將呢條龍放，因為你打一個 pot 陣，你唔會諗住拖到後期係有得打，因為對面嘅神同埋艾克嗰兩個前排係一定可以抵擋到你一個好強大嘅 pot 嘅傷害，我指後期。冇錯，咁睇到香港 eSport 嗰方面已經開緊條小龍㗎啦，而 AHQ 人員都過緊嚟，但係小龍嘅血量得翻2000幾，咁同埋有黑魔禁錮之下，其實 Mountain Lion 入場偷到呢條小龍，所以呢一條龍一定落咗喺 HKE 身上，但係 HK 會唔會揾機會去做一個靚 call 啊？呢波應該就唔會啦，合理啊！咁呢一波一定要去試㗎啦，但係就其實講真，而家攞咗一條龍都唔會話有啲咩大好啦，咁但係始終都係要諗下辦法點樣去做逆轉，因為留意翻左手邊 HQ 嘅視野都仲係十分之足夠。我相信HKE 而家個策略就都係可能搏一搏下一條小龍啦。你話佢夾硬打個進攻，對面咁多嘅突進，係咪真係可以抵擋到？我就唔係太睇好嘅都。係啦，但係對方 HQ 真係衝後排嘅能力真係非常之高。所以對於香港 eSport 嚟講，真係需要一啲補後排，同埋睇下藍寶點樣去用招大腳去切割得到個戰場，令到對方係難以追擊得到，或者可能會唔會話好似琴日咁打一個地形嘅戰術啦，咁靠喺一個野區嘅位置去開戰，就俾藍寶瘋狂輸出。落招等嚟指飛彈喺一個狹窄嘅道路上邊。係啊，咁再係講翻，其實西門夜雪今場出裝都比較奇怪少少嘅，就選擇做一個立順之牙。咁其實呢個出發對戴安娜係有嘅，佢諗住喺團戰上面真係偷雞去再做多幾下嘅普攻去發動佢嘅 passive 嗰個傷害啦。咁呢一個出裝，我覺得所有觀眾可能都比較少見。我覺得我喺 Solo Q 見到嘅戴安娜都會出金身啊，甚至黑魔禁書做個魔法傷，但係我覺得呢件裝備係幾好嘅，因為佢可以做個分推，嗰個分推係利用咗佢嘅攻速，再係策動佢嘅被動效果，去不停咁樣將波兵射下過去，同埋回戰上邊都可以係每下普攻，再加上機動性。好啦，呢個位置丁特會唔會嘗試？但係左手邊入邊就傳送落嚟啊，成功逼咗小王搞咗護盾，就係死亡之後成功拉中丁特，需要護盾維持演版啦。哇！呢個嘲諷世界級啊，師傅嗰邊真係教你點樣嘲諷。後邊胎就各種輸出啦，咁啊定住咗呢一邊嘅 Mountain 都好 ，Mountain 直接上前，因為佢有大技成功，突然回手，胎就邊繼續去輸出到奧利，再係承受西門日雪一個嘅越步，一夜衝落去成功帶走，一夜撲落去，靚啊！胎上邊世界級，但係留意翻 Westdoor 都冇辦法入場都好啊，成功執翻一個熱戰隊，咁啊國最一個飛飛落去，到打到好可惜啊！呢個護盾成功救咗左三一命，一夜衝落去啦，喊出嚟啊！呢一波真係。一下個 JJ 入場就，但係林偉傑西嗰下犀利，都係殺到。哎呀！呢一邊預判得到對方逃走路線，但係個 JJ 入場有少少曳真係。但係睇翻師傅會真係一次過又嘲諷到兩個人，開數字 carry 喎呢場 game。即係我覺得佢有機會啦，呢邊會唔會直接變加速 ban 落去？好似好可惜啊，距離就唔係太夠。因為啱啱胎數邊兩連發，我成功係擊殺咗，會唔會係換燃翻 HKE 嘅希望啊？好啦，再睇翻 replay 先，咁見到尾到 TP 落嚟，諗丁特諗住真係喺一個野區位置開戰，但係點知對方仍然全部人離差，甚至已經差唔多打到丁特殘血，嗰下湯真係世界級，完全湯得中對方丁特，俾自己隊友瘋狂嘅輸出，再加上小野野不斷咁控場啦，咁但係開 set 仲有一個完美嘅血量，所以其實可以牽制住對方，但係奧呢個位就有少少危險啦，因為俾 Westdoor 捉正咗。咁再睇翻 Toys 點樣用一個大炮擊殺得到對方啦，幾咁呢個冇視野嘅話，啱啱嗰波好似冇視野添，佢直接係真係有個指引都係啊，嗰個指引真係預，但係嗰 J 自己入場有少少曳啊 ，Save 都留定招大技嘅啦，咁依下飛就飛得非常之成功。再睇下 Toys 嘅預判式，閃現加招大炮，咁就收埋呢個人頭，咁樣真係冇得輸啦，都算舒緩到香港 eSport 嘅劣勢。咁其實都係落後咗2000蚊到。咁雖然我哋大家都講過陣容係有一個落差，但係始終都要睇選手嘅表現。咁我覺得一個陣容都係定咗3-4成嘅 percent，即係30-40%。但係如果你話講選手操作同埋後期打出嚟個效果，就真係睇下佢嗰個表現係如何啦。會唔會真係攞住個 pot 陣都可以中期打翻到一個優勢？因為我留意到啱啱 HQ 個打團都比較凌亂少少噶，西門日雪又走咗一個比較散嘅位，咁啊佢哋嗰個仲嗰個嘅衝點都係比較唔係太過集中啦，但係留意翻西門日雪呢一邊就打分推噶啦，咁中間頭上邊會唔會俾對手拉到？好可惜啊，拉唔到。咁下邊西門日雪呢一個分推就利用咗佢自己嘅 teleport，其實又係再次一個分推嘅戰術，好成功啊呢一波。
真係非常之成功爆發，佢個被動打落個塔度，真係唔見咗一大格仔嘅血。再睇翻阿 May 會唔會真係追擊得到？而 West 都用 TP 翻去轉頭，咁我咁過咁樣鬥成功咁樣牽制住 West 啊，甚至一個火燒連環船成功收割得到佢嘅人頭。哇！呢個洗第二板幫佢洗翻條屍啊，咁就冇痕跡啊。啱啱嗰波都係做咗西門野雪，其實佢都冇得揀啊！但係西門野雪啱啱嗰波都賺嘅，佢攞咗一個防禦塔，再係成功係將 HKE 嘅防線係拉咗落去下邊啦，咁令到佢左手邊上路有個空間可以打一個快攻。咁我相信呢座防禦塔攞機會都接近100% 噶啦，再點埋落去，咁我哋成功頂中台上邊一個撲落去，會唔會呢一波可以打啊？要試一試。咁但係就後邊有4個人之際，丁特嘅大技都未回好，會唔會去做一做？胎勢各種風質一夜 ban 你可以成功緩衝，古拉格斯再撞內撞3下，再加上呢一個定，後邊各種輸出一夜 Q， 再補攻，搞掂 Toys。咁會唔會繼續追擊上去呢？而企到個 JJ 就又着翻佢自己嘅角色做分推啊，咁非常之好啊！咁完全中上路都已經做緊嘢，同埋阿 May 都喺下路位置不斷咁推緊兵線。咁其實令到 AHK feel 到有一定大嘅壓力，都要即刻落翻去下路位置做支援。HKE 賺晒啦，可以講，佢下路又有個空間，上路又執到個頭。咁所以係會開始有一個逆轉嘅氣味係 feel 到出嚟嘅。你攞埋下路座塔已經係可以追近啦。但係我覺得最可惜嘅嘢一樣嘢就係丁特嗰招空大就浪費咗喺下路位置。但係如果嗰招大技真係用翻喺上路呢，其實真係可以留住2個人。但係睇翻 Westor 捉到對方嘅丁特，甚至大技衝上去不斷做輸出。咁仲有一招，哇！呢下傷害真係無與倫比。個 JJ 幫你報仇，但係 Shift 一個護盾令到對方都要選擇牛底，表示即刻撤退啊！我覺得啱啱嗰下 JJ 就唔使話交一個背飛，佢用咗一個自愈去想去救丁特，但係西門嘅雪嘅傷害真係太高啦！佢出咗立信之後，再加上一魔穿鞋，而家接近係下一件裝備，我相信出一個金山藍寶開出個大技啦。咁啊成功係清一清一個嘅兵線都好，都冇辦法阻止 AHQ 係成功攞咗呢一座中路防禦塔啦。咁啊小龍都復生咗嘅話，就睇下而家 HKE 其實打龍嘅時機係好好嘅，因為對面都會做回補。留意翻戴安娜嘅傳送係未回好之際，我覺得 HKE 一定要直接去秒打呢一條嘅小龍，係會確保到佢哋嘅撲陣係仲有小龍嗰個 buff 嗰個加成喺度，去打出一個會戰上面嘅優勢喺度。但我擔憂嘅係尾已經冇咗招大技，打少招大技啊！咁而家就已經佔據咗河蟹嘅視野位置，咁其實令到 ASQ 方面選擇放龍戶反而。咁啊打到啦，呢一波就都算係攞翻一個 objective 啦。咁啊留意翻 Toys 嗰邊雖然係輸緊兵，但係佢喺啱啱嗰幾波係整個團隊逆風都可以係即係可以攞到幾個頭啦。咁嗰幾波嚟講都算係有少少極限嘅。咁啊再加上你話而家呢個情況算係 HKE 嘅強勢期，你點睇呢？ HKE 真係而家係最強勢，因為始終你拎住隻副旗，同埋配上3上之力，嗰爆發輸出係非常之高，同埋睇到 Toys 嗰個發育幾咁良好啦，300戰績同埋 CS 同人哋差唔多，咁佢出裝方面都偏向比較痛，所以而家係不斷咁打撲陣，都已經打到對方係唔敢開戰，所以其實一定係一個強勢期。不過如果再拖後期嘅話，俾戴安娜出到金人，又或者可能 Shift 嘅坦度已經夠咧，所以到後期嘅話呢 HQ 就應該係到翻佢哋一個強勢期，因為強開都特別犀利。咁就呢一段時間算係 HKE 嘅黃金組合期啦，佢一定要係諗辦法。我相信佢哋而家嗰個步伐可能就想嘗試去壓翻一個上路嘅防禦塔啦，但係就面對住 AHQ 嗰邊一個雙 TP， 留意翻西門野雪嗰個嘅傳送都差唔多回好啊，仲有大概一半。大上路呢個位置會唔會直接發動一波進攻啦？ HKE 都係想嘗試做翻一個反客為主，上邊建立咗一個視野，咁呢一個嘅防禦塔就人多打人少啦。我相信 HQ 嗰邊係會唔會嘗試阻擋？哇！呢一邊啊〜都唔怕，因為喺下邊嘅 Echo 成功係保護翻西門野雪做咗清兵，同埋見到AHQ 嘅支援好快啦，見到小安同埋阿小爺爺即刻走去上路位置，咁又俾阿 HK 嗰隻眼睇到，但係睇翻中路會唔會強開對方一波啦？咁就見到開咗交速，全部人上晒車之際就即刻交出個閃現同埋淨化未交嘅，仲有機會可以反打翻轉頭啊！咁而家見到 HQ 嘅人員追得非常之深啊，咁所以即刻選擇一個撤退嘅局面，咁呢一個位就 HKE 賺到幾招嘅大技啦。
哇！呢邊成功定到啦，但係藍寶呢個大技直接打出所有傷害，好可惜就踩到燈籠啊！奧利想跟進一個閃現同埋靈魂枷鎖，好已經係俾對手係撤離咗現場啦。咁啱啱嗰一波仲諗住話 HKE 賺，但係 HKE 呢個反打就無謂嘅，我覺得，因為對面可能你話小野嘢交咗閃現係放個燈籠去救一救自己隊友，咁再加上佐山下其實第一波已經交咗閃現㗎，你望翻個召喚師技能，但係其實啱啱嗰個開都已經唔會夠傷害，因為摩金娜已經交咗佢嘅暗黑禁錮嘅話，咁我相信個藍寶呢一個等離子飛彈其實已經唔係話成效唔係太大。係啦，咁同埋睇到嗰個 ASQ 嘅分推戰術係幾咁得人驚啦，令到所有人員都要分散晒戰力去翻上下路做分推。咁其實都係打緊一個拖時間節奏，但係而家就如果咁樣拖法呢 HKE 真係俾人哋拖到中後期，我就逆風㗎，可以講逆風㗎，因為一個特進陣容嚟講，其實你前邊兩三個係將你整個隊形係沖散咗嘅話，你根本就冇辦法集中一個點去做個 pot。再加上戴安娜神呢啲英雄嗰個嘅 CC 技能都比較上係恐怖嘅，咁尤其是神嘅嘲諷啦，咁如果真係一堆人中係可以招幾個，甚至你招一個目標，佢已經可以增加自己坦度，再係加上各種嘅傷害，咁所以亦都睇到 HKE 而家真係反客為主，知道自己嘅黃金時間係在於呢10分鐘啦，直接4個人去做咗逼進，中間藍寶仲有一個傳送，但係都成功逼咗一座塔，反而西門又識咗 PD。係啦，下路一定要守，阿 May 一定衝緊落去下路位置要守呢個高地塔。如果守唔切嘅話，真係對於香港 eSport 嚟講係好難去抵擋得到不斷嚟嘅進擊嘅小兵。咁啊，康呢一邊嘅 AHQ 都有啲嗰個分推嗰個氣味啊，佢根本都唔係話想同你點解佢咁樣做，其實啱㗎。因為我一開頭同阿 Ben 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哋嘅陣容後期真係冇得輸啦，所以佢哋都盡量而家呢段時間係好似就算所有觀眾睇到中間嗰啲畫面，都只係見到胎勢一個單走嘅動作，就會令到佢要開個大技去逼一逼佢召喚師技能，甚至想殺佢。但係如果你話打一個整體天輝嚟講 ，HQ 而家嗰個取態都仲係冇話好明顯要同你去做一個正面嘅陣容，因為以而家戴安娜可能翻屋企做一個中亞沙漏，但係佢冇中亞沙漏之前都仲係冇得打，所以西門野雪都好多時喺下路做一個嘅寄生獸嘅動作，就係不停咁樣打個分推。冇錯，咁就分散咗對方嘅戰力，就令到對方唔可以5個人齊集做一波 dive。揾到個突破口出嚟，咁其實令到香港 eSport 係好難揾到一個滾前期嘅優勢嘅狀態出嚟。咁再借睇翻啦，咁戴安娜又係落翻去下路位置做分推嘅啦，而 Sif 都係不斷咁俾上路壓力。咁所以你其實而家見到香港 eSport 嘅人員呢，都已經集結咗喺1/3嘅地圖位置，而1/3嘅地圖都要俾 HQ 人員不斷咁佔據㗎。但係捉到對方嘅小野嘅綁中咗，甚至無限量嘅輸出，成功帶走呢一個單走型嘅塞雷西啊！我小野啱啱嗰個真係嚴重犯錯，入對手嗰個嘅野區係俾奧利頂中啦，所以頂特都已經係對準曼騰想直接進攻，究竟上邊亦都突然回手好靚嘅佐山，但係要面對胎一下3人嘅 band 終極波劍亦都係啟動咗，但係就呢邊嘅傷害都唔係太足夠，因為3個嘅坦度其實已經係有個軍團勝隊，再係對住小安打一個追擊，其實小安身上邊嘅狩獵亦都係交出咗，不過好可惜啊呢個位置。但係上下路嘅兵已經壓迫住對方 Hong Kong eSport 都一定要選擇撤退㗎啦，咁再者落去嘅話，仲有小龍仲重生啦。咁當佢守嘅時候，就係 ASQ 開龍嘅好時機。但係對方Hong Kong eSport 反而唔選擇所有人員撤退，反而係追擊住對方野區位置嘅 Mountain 甚至小安。咁嗰追直入場做咗無限量嘅輸出，但係好可惜俾一下保護得到啊。而丁特依入場有少少就係俾4個人包襲得住，而 Westdoor 入場仲靚過你翻轉頭，咁就打翻晒轉頭啦。我自己諗嗰個諗法就係覺得。啱啱小爺爺嗰下係真係就算俾人佢失誤都好，但係佢會做到個空間俾上邊 Sif 同埋下路西門野雪打個分隊，再加上啱啱 HQ 嗰下真係好醒目，佢冇諗住翻去，佢唔係諗住撤退㗎，佢係諗住係兜落去食咗你紅筆，佢唔知有冇紅筆嘅，但係佢會係真係兜轉咁樣去轉翻一個我隻條，但係睇翻呢一波先啦。
一個嘅開巴龍，其實見到曼騰嘅血量有少少危險啦。Toys嗰邊有冇機會再做一個救世主？拉中咗成化，好靚啊！成線用搞咗閃面，再係一個暗影禁錮逼咗一個閃面，一嘢轟落去啦。為咗地形優勢落去，大河追擊 HKE，Sif 對加埋人頭 ，Toys 一個救世主，再加上飛嘅大技，成功咁樣牽制住對方，呢一波完全係 Hong Kong Esports 大賺啊！可以攞埋呢條巴龍添啊 ！Oh my goodness！HKE，我都忍唔住，呢個真係好興奮嗰下，阿 May 完全運用晒嗰個地形優勢，放咗招大技，留住晒所有 HQ 人員，再加上 Toys 嘅等力，我唔知等嚟自飛彈乜都好啦，後邊一招大炮連環線炸落去啦，真係完全分割咗，咁樣送個大禮啊 ！HQ 嗰邊。哎呀，慘啦，仲要俾對面攞埋第3條龍添啊！呢一波喊啊，真係，哎呀，佢呢個犯錯真係好嚴重，係令到 HKE 嗰邊嗰個嘅巴龍 buff 同埋佢本身攞埋第3條龍、第4條龍。好啦，睇翻呢一波先，究竟喺前邊咩飛啊？佢對面傳送一定要搶，但係搶唔到之際，見到前邊嘅西西大出嚟，呢邊嘲諷阿飛承受。咁古拉格斯順勢一炸後邊，亦都繼續各種輸出，有成功嘅一個突然回手將對手藍寶帶走。咁啊呢一波算係 HQ 嗰邊係賺翻一波，因為前邊艾克做嘅工作好靚啊！助生下啱啱嗰波，佢用佢嘅大技係可以抽翻出嚟啊！冇錯，咁真係再睇翻呢一波先啊！咁冇錯係睇到 Toys 係俾人綁住咗，但係好可惜就即刻一個淨化解決得到，所以見到 AHQ 就即刻要選擇一個撤退局面，因為見到咩係行緊嚟，咁運用咗地形嘅優勢，等嚟指飛彈、火燒連環船、串燒四兄弟，再加上一個火焰噴射器，逐個人頭燒死。再睇埋呢個 Toys 係不斷咁追擊住左方逃走嘅 Sif， 嗰下真係精妙。但係你講翻 HQ 嗰邊都值得一讚嘅，即係佢面對住一個有巴龍 buff 嘅 HKE， 你見到山哥嗰個前排技巧係利用咗艾克嗰個特點，係臨尾嗰一下佢冇俾對手做一啲限制嘅 CC， 嗰個碑係令到對手要進退接近差唔多成幾十個人位喺度㗎啦，咁你喺前就會令到前邊孤立無援嘅尾係俾對手係做一個雜貨，因為啱尾佢嘅金人係好似我應該自己冇判斷錯，佢啱嗰波前邊係已經一開頭用咗個金人，因為佢應該喺巴龍嗰波係用咗用咗個金人，我自己如果我有錯唔好意思，但係佢喺前邊已經孤立無援之際，就係證明咗艾克呢個嘅 jungle。係會俾到對手一個好大嘅力，再係製造一個空間俾對手集火。所以 HKE 嗰邊雖然係攞咗一個巴龍 buff 都好，但係如果你話呢個節奏嚟講，AHQ 嘅後期組合係會對佢整個後排係更加有啲壓力喺度嘅。好啦，再睇翻上路嘅兵已經逼近對方 AHQ 嘅，而所有 HKE 嘅陣容嚟睇呢，咁就睇晒喺一個中路位置做一個壓迫啊，咁就令到 Restore 都要選擇上路嗰度推翻個兵線出去，但係佢有傳送嘅，所以令到 Hong Kong Esports 好難揾到一個開戰嘅時機。咁再睇翻 Mountain 隨時揾一啲入場時機嘅啦，已經喺上方嘅草叢位置。咁啊，就真係睇下 HKE 嗰邊嗰個 pop 嘅陣容可唔可以繼續去建立到傷害啦。留意翻 Sif 係冇一個嘅閃現嘅，所以佢哋揸唔揸到好啦。呢波兩飛嚟㗎，完全係飛晒對手，但係藍寶大劍放得唔係太好，後邊傳送西門日一個入切成功，有冇機會帶走嗰追擊？好，或者嗰追擊再係打咗個傷害，後邊前邊各種點㗎啦。究竟拖上邊有冇 carry？ 藍寶變咗過熱各種燒，成功係燒死對手，但係交出去金身，再一個死亡宣告拉得好靚，兩邊嘅團戰都打得好精準，再係嘲諷好靚。哎呀，呢一波好靚啊！呢嗰邊係成功一個配合，雖然第一波我仲想話啱啱陳董嗰邊係一個嘅失誤啦，揸唔到都好，係俾對手打到一個 free damage， 但係西門日雪嗰邊係喺後邊插咗一隻眼，係成功一個 TP 跌咗落去，再係幾個前排後邊小安各種嘅輸出，多 JJ 亦都係無能為力啦。留意翻個閃現嘅 CD 時間，仲有大概少少先係回好咗，所以佢都係冇辦法之際俾對手一波帶走。係，再睇翻 replay 先，咁睇到其實 Sif 想強開對方嘅 Toys， 但係好可惜個距離有爭少少。而 Mountain 入場非常之漂亮，再睇到 Restore 嘅 TP， 仲更加漂亮一個 Backdoor 啊！針對住對方個 JJ 啊，咁不斷咁消耗，不斷咁打死咗個 JJ， 令到 Hong Kong Esports 選擇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輸出嘅人員。所以其實啱啱見到所有傷害打到 HQ， 其實都唔會話好痛，全部都係殘血嘅啫。不過對方嘅控場技非常之多，非常之恐怖，又控制住對方後尾俾自己小安一個無限量嘅輸出。咁再睇
一個畫面就係見到不斷咁追打，再睇翻貓頭俾人單捉得到喎，捉到啊！啱啱個波一講完個 replay， 即刻俾人捉到。其實啱啱 JJ 應該係個背飛交咗啦，定係佢係喺交嘅途中係俾西門野樹係成功係 cut 一 cut， 係已經 cut 咗，嗰下 E 技可以 cut 到。嗰個失誤，如果個 JJ 冇失誤呢一波 HKE 贏硬嘅啱啱嗰下，因為對面嘅坦度已經睇到腎一開頭已經冇咗一半嘅血量嘅，即係老實講，哇呢邊波到啦，又製咗個空間 ，HKE 可以攞到中路嘅水晶兵營㗎啦，我相信呢一波因為對手少，好靚嘅世界級啊！呢一波真係完全係。一個 Toys 又再次 carry 603嘅數據，一個逆風帶領住整個團隊係將對手係撲到殘晒，令到對面少咗一個 carry。呢一波你點睇？呢一波其實真係 Hong Kong Esports 憑住佢前期嘅優勢不斷咁滾起嘅，但係好可惜嘅係其實時間已經去到30幾分鐘，咁睇到阿 Westor 已經出咗中亞沙漏嘅啦，咁如果再咁拖落去，其實 Hong Kong Esports 嘅撲陣呢會慢慢咁就降緊落去啊。咁啊好彩佢攞咗一個嘅 Echo 人中間同埋捉到對面失誤，但係我哋畫面係睇唔到。但係你捉到中間對面嗰個水晶兵營已經係可以確立咗佢第4、第5條龍。你留意翻呢個時間已經係一個 match。真係好對，點解呢？因為兩邊小龍同埋巴龍嘅時間都係1分鐘同埋大概係1分30秒，咁所以呢個中路嘅水晶兵營係會令到 AHQ 嗰邊係要考慮翻，究竟佢會唔會繼續用一個分推戰術？如果佢用分推戰術，其實佢中路已經有 HKE 嘅超級士兵嗰個嘅咁大嘅壓力，佢點樣去守？先？佢而家都未必分推到，所以我覺得呢一波係。就算 HKE 嗰邊雖然後期都好，但係佢已經係一個即係咁有運氣之際，係打到對面殘血，攞咗個兵營。咁我相信佢第4、第5條龍都應該攞到啊！我覺得有機會，但係最緊要嗰個重擊唔好再好似之前咁有失誤啦。咁而小龍在20秒嘅時間就會重生。咁睇到 Hong Kong Esports 已經佔盡晒所有地理嘅優勢，已經佔據咗喺嗰個小龍嘅坑位入邊。咁尾呢不斷咁做分推，牽制住對方式嘅分推。咁同哇睇到嗰個輸出。小安已經冇3分2嘅血，而小野野即刻要放個燈籠，即刻救翻去翻轉頭，同埋丁達，所以佔據住對方嘅南北副位置。但係 Westor 會唔會偷呢？應該唔會選擇偷，但係會唔會單中得到？魔咁會得到對方 Westor， 所有人都有晒所有閃面戒住對方。咁睇到 Shift 嚟緊告支援㗎啦，但係拖唔拖呢？再拖盡都拖疏好，有正法解決得到問題。但係唔緊要，原來 Shift 仲有一個燈籠救護，但係因為魔咁會得到對方 Westor， 但係對方嘅小野野控場實在太過犀利，控制住對方 K 位做嘅任何輸出，甚至拖自己俾人擊殺得到，丁特都俾人擊殺得到，而個 JJ 都係擊殺埋。呢波就好大心啊 ！HKE 咁樣仲想係打對面西門野樹係飛晒啦，我唔知西門野樹嗰邊係應該係真係冇辦法，因為奧利係定中咗，奧利係呢一波成功，但係佢哋仲係咁樣選擇做個追擊難保嘅位置都未到，好明顯就係可能嗰個 calling 問題。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呢一波好嚴重嘅犯錯啊，睇翻呢個重播先。你睇下，你真係睇下呢一下，佢悲咗㗎啦。人哋有金身，即係我哋可能做賽評睇落去，其實佢哋嗰個選手佢自己打落去真係冇人鼓勵到。但係我覺得呢一下其實打到司法交閃，應該就要係抽身而退，唔應該就係再係打出呢個傷害嚟講。小野嘢再補上後邊嗰個掃把，係打到胎上交閃。咁後邊小安都好醒目㗎啦，已經係直接揮一個閃現就直接打出一個嘅人頭。咁呢一波我覺得。又一個心咁樣俾 AHQ 攞咗個巴龍嘅話，哎呀呢一波就已經可以話 AHQ 後期嘅陣容而家已經成咗型啦，慘！開始承認，甚至係 Hong Kong Esports 係無力去抵抗得到，無力㗎啦，可以講話。你睇到個裝備同埋小安嘅輸出，你前邊都冇乜前排可以抵擋到小安後期嗰個傷害，因為而家 AHQ 嘅組合就係一個4特進嘅打法，計埋塞雷西已經係要靠住小安去各種嘅自由發揮去輸出，但係我相信呢4隻嘅特進角係會，呢4隻特進角係一定會令到佢係冇好輕易咁樣打個輸出，因為 HKE 嘅陣容都冇乜限制，即係唔算話好限制對手嘅。但係如果 Hong Kong Esports 係留定招閃現 AHQ 就難以開戰，但係而家逼晒所有閃現出嚟，其實如果 AHQ 再開個手，你再捉到對方嘅話，其實打一場團戰落嚟呢 HKE 係會輸，所以而家咁樣拖落去真係好危險。唯一就係會唔會話可能等巴龍有毒啦，但已經食咗佢哋第2條巴龍，又要等好長嘅時間。
所以其實 Hong Kong Esports 咁樣拖落，其實就一個被動嘅節奏嚟勝㗎啦算唔。大咯，只可以講，除非再次捉到失誤。不過我只可以講就係話，啱啱嗰一波，有時大家睇落去真係好關鍵。呢啲咁關鍵嘅位置係唔應該犯呢啲咁嘅失誤咯。咁但係啊，即係可以整體上講翻 HKE 嘅早中期，就算真係因為下路嗰一波 dive 俾對手係攞咗一個咁好嘅優勢都好，但係而家打到中間都算係穩翻定，所以我覺得佢後期就係真係睇下個攻防戰嚟講，佢進攻嗰邊係會唔會係承受再次睇到 Toys 嘅Pop 嗰個傷害，係會唔會立下咗一個大功，係將對手係擊破咗，再慢慢拖到第4、第5條龍去嘗試去逆轉呢場 game。但係睇到嘅係 HQ 人員嘅物防當然成型啦，係啊，有反甲睇到 Sif 添都已經出埋反甲㗎啦，咁就係好敏鋭，同埋分區戰術又成功啦 ，Westdoor 已經壓迫所有嘅兵喺一個高地塔嘅位置，同埋話上路又俾壓力啊，完全係好輕鬆咁樣點幾下，差唔多要爆。呢個又俾我壓力㗎啦，咁當然絕對真係睇到兩路其實佢哋咁多 TP 雙重 TP。打個分推完全冇難度啦，神亦都係有一個嘅支援性嘅大技，咁啊嗰下嘅同伴係可以增加自己護盾。咁有幾下真係完全俾對手飛晒，咁可能開戰啊，古拉加斯又撞咗落去，但係呢一波傷害反而啊見到斯帕嘲諷咗落去左手邊班頭會打出傷害，但係轉咗畫面啊 ，Westdoor 都成功啊將呢座防禦塔打咗，咁拖手邊就要係守住上路，小安攞住把視者，亦都係分推緊，我相信好快就會將上路係爆咗啊！係啦，而家係見到 AHK 已經站穩陣腳㗎啦，都唔需要用啲乜嘢戰術，淨係要分推，不斷咁壓迫住啲小兵，有巴龍 buff 之際，已經係可以推到你座塔。咁再睇下 Westdoor 嘅分推戰術又係好成功啦，咁已經係牽制住對方嘅戰力，已經喺下方嘅位置。而一個嘅 Toys 好難，但係下路左下個位置 Toys 一套俾人哋秒殺得到啊！好醒目啊，真係 HQ 真係完全係醒目啦，冇啦，我相信。其實如果你話睇到 Toys 倒下咗，再加上上路中路嘅兵線都到，就真係睇下 HQ 嗰邊會唔會係再做一次退去穩陣攞翻場 game 啦。咁而家藍寶直接做一個開戰，咁好咗少呢一邊嘅燈籠就成功係救咗小安嗰邊嘅一個位置。咁但係就西門嘅説都有理冇理，直接一個切入交出去金身，兩邊都交到金身，同時究竟藍寶都要逼出去閃面，後邊小安跟進翻呢個 case， 直接一撞都成功將小呢一邊嘅西門嘅説帶走咗㗎啦。咁啊，亦都再係追擊嘲諷。普攻輕鬆搞掂啊！咁下邊就中間又再次爆埋呢路嘅水晶兵，我覺得 HKE 今場勝算已經話好低添啊！咁你而家睇到三路兵營已經爆晒啦，所以其實基本上個勝率已經係冇啦 HQ 㗎啦。因為而家佢哋又要承受咁大量嘅兵線，又開戰角色嚟講都唔係話太過強勢。因為藍寶始終佢只係放一個比較遠程嘅導彈，做一個緩速嘅效果，再加上古拉格斯嘅炸都未必話對面有啲咩咁大嘅件事嚇，你即係睇下啦。同埋睇埋 Westdoor 夠晒輸出㗎啦，一套已經秒咗阿 Toys。哇！呢個傷害1-2秒嘅時間已經見到 Toys 已經死咗，所以就話而家對方所有裝備成型，你打用咗撲陣係好難去應對得到。係咁，再加上。其實我睇到 AHQ 嗰邊佢除咗真係 face 就不好似我覺得佢下場都會用戴安娜。我睇到戴安娜都冇乜弱點嘅，即係老實講，如果你話帶一個 teleport， 即係我自己做咗分析，睇對線上邊，我選擇就係不停將波兵線係同你鬥退。雖然胎洗早期真係將對手西門日雪係接近去到單殺個境界，打咗佢閃現，但係西門日雪冇咗個閃現，都交翻一個 teleport 去翻中間嘅塔嗰度。去做翻一個吸經嘅效果，就會彌補晒胎喺早期。因為大家知道對線嚟講，如果你攞住一啲爆發英雄，如果你頭幾呢係一個殺人嘅黃金機會，如果你嗰一個機會殺唔到嘅話，你等對面出咗一個相當難，甚至再出一啲比較多嘅裝備，其實佢再加上有藍筆有水，佢已經係唔會再俾人做咗單殺。所以我覺得 HQ 下場再出戴安娜嘅機會其實係接近100% 啦。我自己做個猜測。冇錯，因為其實基本上佢俾人 ban 晒 face 翼命，仲有啲咩英雄可以揀，就真係戴安娜、阿爾呢啲都冇咩特別㗎啦。因為佢都係用翻呢啲英雄做分堆，而戴安娜個被動就非常之 OP 啦。咁就打塔個傷害第3層然一個爆發出嚟，所以其實都係揀翻戴安娜打翻呢個好大機會1-3-1分推戰術，都已經令到 Hong Kong Esports 係無力還手，都幾難堪咯。同埋你留意翻 HKE， 我哋做翻個檢討先，因為呢場 game 我覺得大家都。一
因為你3路兵線都盡失㗎啦，即係只可以講就真係睇下 HKE 可唔可以成為第2隊嘅 CJ Force CJ Antus。真係冇咗3路，但係嗰一場係雷茲嚟啊嘛，但係今場冇雷茲，我覺得對面就係要考慮點樣防守。哇！西門日式打咗上去，呢邊拉唔拉到？可惜啊，呢邊就係做咗個護盾，咁成功擋一擋，亦都係嘗試做咗防守啦。差唔多接近一個兵臨城下嘅畫面 ，HKE 繼續去發揮出佢哋嘅頑強防守之力啊！咁睇到其實古拉格斯出咗嗰個軍團護盾，但係嗰個傷害實在太過恐怖，因為Westdoor差唔多已經係基本上已經滿裝嘅啦，加上虛空之杖可以減少對方嘅魔防，所以其實你就算出幾多坦裝都好，都係追唔切佢嘅傷害。咁同埋睇埋巴龍仲有4秒嘅時間重生，咁唯一就係 Hong Kong Esports 揾到突破位嘅機會。突破位都應該就唔會搶到啦，因為佢都要守住自己兵營。甚至 AHQ 嗰邊醒目都好醒目啲呢，其實佢可以係唔打等兵線入去，但係佢哋都知道對面都守唔到，咁呢一條巴龍自然就落入 HQ 嘅手中啦。咁真係睇到如果你話下場，我個睇法真係冇乜選擇咯，就係諗下下路嗰一波真係唔好俾佢哋捉到一啲嘅，實唔再係咁樣俾對手雪球到。同埋我真係希望 Hong Kong Esports 就唔好再呢個撲陣，因為對住 AHK 啲強開陣咁犀利咧，同埋佢揀英都揀得好惟肖惟妙。再睇翻佢畫上 TP 下方位置，哇！呢啲真係好準確，直接一中落去啦，秒啦，金身都交唔到啦。強開實在太恐怖啦！如果你真係用撲陣，好合拍啊 ！AHQ 呢一波真係完全雙人組合，雙人射球。咁睇翻小野會唔會交出人頭係唔會嘅，因為實在太多交嘅正做緊無限量嘅輸出壓迫住對方香港 Esports， 都難以令到香港 Esports 可以追擊得到對方。咁所以而家兵臨城下之際，就香港 Esports 大難臨頭㗎啦。再睇翻 Mountain 得翻好少量，一個時光倒流成功回翻好多力量啊！咁再睇落去，咁見到拖線已經死咗啦，好多救世主之際，咁應該 HKE 又贏到呢一場嘅勝利啊！恭喜晒 HQ， 恭喜晒 HQ！ 咁啊，順利啊攞咗第一場嘅標快賽事，呢一場 game 合理啦，由頭到尾佢下路嗰一波嘅進攻好強勢。咁下路嗰一下真係完全睇到 HKE 都冇考慮過原來對面嗰個 dive 係咁高嘅傷害啦，咁就忽視咗。所以話我覺得今場如果你話要收下場做檢討嘅話，其實就係要諗下再係穩健少少。其實如果你話下路嗰波係就算你唔交 TP 都好，都唔會話蝕太多，因為喺後邊嗰一波兵線只係得幾隻兵喺度，如果冇睇錯。但係你交到 teleport， 你仲想係上前去建立翻一個傷害，再做一個追擊嘅話，其實呢一下已經係令到對面係一個好精準嘅判斷，係一個嘲諷式，再係將你嘅藍寶帶走。係啊，就係因為 Westdoor 嗰下杯就令到 AHQ 完全翻晒盤。係啊，嗰一波都有啲。同埋見到阿 May 都嚟唔切做支援，但係佢哋仍然係要賴死，諗住一定要收到關鍵性嘅 Westdoor 嘅人頭，所以就嗰波戰術上就真係急咗少少，我就覺得急咗好多添啊！即係我個嗰個見解，因為其實可能佢哋打出嚟嗰陣時，佢唔知究竟佢可能佢無視咗個護盾，其實有神有戴安娜一個金身，咁其實第一波已經係逼到 Sif 係交咗一個閃現都好，其實已經係賺咗。可能佢就係因為 O'Neil 嗰個暗影禁錮係中咗，所以令到整個團隊嘅 call 都係集中翻上。我啱啱亦都睇到菠蘿教練啦，就有好似同 O'Neil 講過，其實我今場睇到 O'Neil係有啲煩躁喺度，因為佢係有啲急進係做一啲開始，即係閃現想大技，但係又太過突進，又做唔到嘢咁樣。好，咁啊，陣間再翻嚟啊，記得唔好走開啊，仲有唔好走開，轉頭第二場比賽，唔好走開啊！電競對我嚟講，是我一輩子的事業，一個尋找理想嘅地方。스포츠뿐만 아니라 내 사업이다. 就是實現夢想的舞台。 Like a part of me， 就像生命一樣。電競為我帶來很多東西 ，confidence，excitement， 還有勝利的感覺。 내 인생의 목표， 讓我有榮譽感。最緊要嘅係俾我揾到人生嘅理想。當我在電競館的舞台上，係我人生中最享受嘅時候。 like a superstar， 是很棒的感覺。 내가 바로 영웅이다. 我就是皇上。
对胜利的渴望，我们对荣誉的追求，我哋對理想嘅堅持，我们对电竞的态度， 영원히 변하지 않는다. 而我哋對電競嘅熱愛。 Never end. 저는 앞으로 어느 포지션에 가든 영원히 HK e스포츠를 응원하겠습니다. 한강 e스포츠 加油！在对方已经死了2个人的情况下面 ，MFE 也可以顺利的收头 ，MFE 选择回跳，再加上 Mission 最后一下普攻拿下去。